唉，早知道跟他们一起玩算了，自己在这儿等好无聊。和你在一起，幼稚的游戏也会变得美好。游戏结束。对啊，真的结束了。结果我连实验室的门都混不进去。唉，本来想装尸体来吓唬你们，可惜就这样结束了。游戏还可以继续。啊？不对呀，以我对周晓的了解，应该就是气球的意思。这都没有记号呀，会不会是在气球里？你有病吧？就相信我一次呗，肯定在里边。哎，干嘛呢？走了。哦，病。嗯，这个是什么呀？骨骼量角器。哦，那它是用来干嘛的啊？常用于法医门诊，测量患者关节受伤害的程度。患者，但是你们的对象不都是尸体吗？法医的日常大部分工作更多的服务于伤情鉴定，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只跟尸体打交道。谢谢赵老师科普啊。玩够了吗？我们走吧。实验室一般不准外人进入。等一下，既然你都带我进来了，不如再满足我一个愿望吧。哎，你快来一起拍，一起拍一张，快一起拍一张。耶！手，耶，比耶，比耶。3、2、1。大晚上的，谁在里边呢？快走！来了，进来点儿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